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3月7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台南中西区丰隆建设的工地，拜三的时汹汹塌落去，后来吊车搁并去倒伫路里。市长黄伟哲昨暝去现场视察，要求施工计划书要送予市府审查，确认安全了后，才会当继续动工。而且嘛要全面来稽查丰隆建设的建案。 台南市长黄伟哲取消日本的行程，紧急坐飞机回国。随即暗视察中西区丰隆建设新建工地路面塌落去的现场，讲已经依法开罚单，会以市民性命财产的安全做上优先的考虑。我们已经在昨天第一时间，今天早上上班就开出罚单。那这造成的公共安全的部分，我们事后还是要追究责任。出代志的西门路已经伫咧初7透早恢复通车，施工人员赶紧赶工，要互5回归量早通车。台南市政府对即将开27万的罚单，勒令丰隆建设，包括出代志这个工地在内5个建案全部停工。现在停工的现场，它要复工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会同第三方公证单位来认证，确保不会对周边以及对工地本身再次产生任何的危害的前提下，才会准许它复工。出代志现场附近的5回归西门路，总共设11个监测点，3点钟监测一遍。即马明体此外指数依然伫咧安全范围内，初步判断原因，敢若是连锁饼出问题。 因为它现在地下室都还没开发，是纯粹在连续壁的施工阶段。其实我们连续壁施工它在开发过程就是靠稳定力，去支撑这个土壤，让它不至于造成崩塌。所以稳定力品质其实跟开发它会有绝对的关系，所以还是要等施工单位提供相关资料。丰隆建设出面道歉，讲已经请专业技师了解原因。 对这边意外影响附近民众的部分会负责到底。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法务部的矫正学校敦品中学，昨因为便所的态度落落来，请人来检查。不过因为包厢伫学校薄槟榔和少年辅导员起冤家，落尾煞演变做学生仔喊车的事件。施工的人员昨塞车入去学校，要检查便所态度落落来的问题。 因为那薄槟榔那检查，管理人员都甲因提醒，讲规定袂使炸槟榔，会身体因保管。结果包厢煞和管理人员起冤家，有的收容学生看到辅导员互人大细声，袂堪得开，就去喊包厢的车。警方到现场的时，厂商已经离开啊，学生嘛回去到教室。学校敢若讲内部会继续来处理这件代志。 网络恐吓的信息有真侪，最近网络就搁咧传讲，有人想要模仿电节，伫坐云顶悬乌白太人。警方追查了后有抓到人，这个嫌犯讲因为和爸母冤家，才会情绪失控，讲出这讲话。目前方依照恐吓公众罪嫌移送法办。坐云自早到暗，人拢未少，即马有人提醒坐车爱细意。 网友查了发文，坐板南线爱注意，因为坐云站保全讲最近有人想要学电节，随机杀人，会有一点点害怕。就是随机的这种突发的状况，会让人家措手不及。Grace 这个言论引起关注，下国警方加派人手巡逻，总算找到人。原来保全讲的话，唔是无影无迹。 以为内部信息通通知，桃园陆德分局通报，一名细蛋的毕业生伫社群呛声，要去板南线随机杀人，才因为善意提醒。系保全公司内部提醒资讯安全案例资料，尚无发现有散播谣言或不实讯息之情事。别个公司也证实，确实有接到归案证据，也过放话杀人的嫌犯，在警方逮捕。 伊便讲甲爸母起争执一时情绪失控，才发布不当言论，防以恐吓公众罪嫌以上。这个案件才平息，即马阁有另外一件恐吓案。批信冒充着高雄市长的名，讲要伫后辉的服务处按炸弹啦，佮要求爱2000万啦，若无伊要拿炸弹互崩开啦。 为今年3月以来，伫罗志强甲黄泽了后，阁有第3回立委互恐吓。立业的王美惠表示，公务信箱收到无名高雄市长陈其迈的炸弹恐吓，烦恼安全受到威胁。
即马看到国内一直有恐吓案，摆除有意威胁，律师提醒，伫社群点公开平台，就算是心情抒发，也爱尊重。如果是这个好玩，但是你已经认识到这个情况可能会造成人家的恐慌的话，那恐怕这个就会有恐吓公众罪的问题。国内一直有恐吓案，定用批件私信，还是社群平台，向公家机关、政治人物，甚至无特定的人来威胁。过去警方调查了后，部分真歹找出无碍自首者，不过无论是有意还是好耍，拢已经触发了。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同款受到冷气团的影响，气象署针对苗栗以北、宜兰和金门、拢总8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咱来看温度。今仔早起，平地温度上低伫新北富贵角，敢若10度7。北台湾日时高温上悬大约18度，南部的高温20度到24度。今仔日开始水汽减少，除了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甲恒春半岛可能会落雨，其他的所在拢是多云好天。不过，即阵冷气团下暗到明仔早起上悬，可能会达到寒流的程度。北台湾的温度可能达到春无10度。天气乡亲就要注意天气变化，衫就要穿好少。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陆军华东防卫指挥部本地3月14日要伫七星潭的海沙堡实施步枪射击训练，却因为无先通知公所，引起地方反弹。而且附近有不少观光饭店，业者嘛惊以后若定定演练会影响到生理。所以军方拜会公所，确定要取消训练。来看《自由时报》，今仔日3月7日是国际妇女节，性平3法修正案正式施行，申诉调解方法更较清楚，申诉期限延长，嘛加重处罚。行政处分上济15万，是有关到60万。若牵涉权势性骚扰，上重会当判关3年。落尾来看《联合报》。房屋税条例新制度今年7月要施行，财政部已告主法附属认定加申报选定的办法，定出11类免算囤房税户数，包括公共厝体、社会主体、包租代管、长照机构宿舍等等，拢会使排除。来看台中最近发生2桩交通事件引起关注，一站伫咧龙井，民众行踮过路线顶悬，煞互倒外的货车撞到。送病院同款是救无回来。那另外一件是公车驶进向倒越，险险啊弄着骑脚踏车的民众，佮违规撞过红灯。虽然警方拢有甲因移送法办开罚单，不过学者是认为讲，交通的观念就要为细汉开始教。这个月初5下昼4点半27分，越南籍姓黄的驾驶驶货车准备倒越台中市台湾大道5段线，直接弄到当咧过大路71岁姓杨的老大人，紧急送医了后，也是宣告死亡。姓杨的驾驶互警方以过失致死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杨敏经送胡七同综合医院救治急救无效，全案依事故处理程序调查处理，并依过失致死罪嫌将阮男移请台中地检侦办。到伫同一天，一台中路客运公车经过南屯区南屯路精城路口的时，抢警划过上黄线到对方的车道，差一点弄到骑脚踏车的民众所落来个弄红灯，倒越永春东路全程拢互民众收落来。警方表示，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7,200块的罚款，估计交通违规事件客运业者讲会对驾驶记过处分。该公车逆向闯红灯，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1项第3款第53条第1项，最高分别处新台币5400元及1800元罚锾，并分别记1点及3点。我们这样看录影带，确实他有违规的行为在发生嘛。以违反行车安全规定，我们记大过处分之外，当然还有所谓的罚则的部分。交通法则受罚加重，但不过驾驶人无让行人的状况也是继续发生。学者认为，法规各方面拢真完备，问题出伫交通观念教育无拍基础，应该为各小的定期教材临时化考核。很多东西都是在驾驶者本身的那个驾驶习惯上，像欧洲有些国家啊，甚至于日本啊，从小学就开始了。我们只是小学只是一些基本的口号，但是要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们，交通是一种公共事务，大家都要守规则。台中市交通局强调，公车违规案件会请业者加强驾驶员教育训练，若所属驾驶定违规搁情形虐待，会导致公车偏减，影响业者扣减补贴款。记者综合报道。
违规记点的新制度去年开始实行开放民众检举，却引起职业驾驶反弹。行政议会昨通过修正草案，讲罚金只要1,200块以下较轻的违规，包括骑奥多摆背手机啊，也是停伫过路线顶悬等10项违规，拢未阁开放民众检举。不过，路团团体是批评政策倒头行，强调讲要发起抗议的行动。道路双排临时停车，也是停伫行人穿越道，未来无阁受理民众检举。行政院初次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加10种最高罚款1,200块的道路违规，定义做较轻的违规，包括骑机车无戴安全帽、手提行动电话伫讲话，也甲汽车驾驶伫开车时阵点烟、食烟，影响别人行车安全。另外，伫桥、磅空、人行道，包括顶仔卡、行人穿越道、快车道临时停车，也个违规占用身心障碍专用停车位违规停车，这10项违规行为无阁受理民众检举。轻微违规的这一个项目的一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在这一个就是条例送立法院审议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同步会来这一个办理，会预告这个30天。大概30天的时间，让大家这个外界有充分意见的一个表达。交通部表示，修法虽然限缩民众检举项目，不过未降低执法的强度，违规行为拢会处罚款，而且依照情况、依照规定吊扣还是吊销驾驶的执照。对这代志，行人零死亡推动联盟是批评，交通部伫修法前，也阁找民间团体伫开会，结果也是决定安尼做。未来要发动北中南串联抗议，无要互立法院通过修正草案。交通的环境是如此的危险，没有被改善。又要去开放这么多的违规行为，本身就非常不合理。但交通部却无视我们的抗议，还是执意要一意孤行。违规不是合理的哦，违规也不是对的，只是在任何的法定制定下面，其实都应该要考虑到每一个行业以及交通安全上面两边的一个平衡。这个修法嘛，降低记点冲击，放宽自费道安讲习抵扣记点的限度，由1年抵扣2点提高到4点。对这样代志，台北市机动车驾驶职业工会认为，部分因为营业秩序违规，会当免受检举还是记点，这是减轻职业驾驶的压力。对修法引起职业驾驶甲路权团体无同意见，交通部长王国材回应，这是现阶段道路交通环境改善前的暂时做法，希望伫道安甲平稳会当找到平衡。所来立法院审查期间也是会使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希腊的总理访问乌克兰，伫当地时间初6去到敖德萨港口，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做伙了解港口的情形。不过，却拄到罗西亚军队射飞弹，击击到500公尺以外的基础设施，造成5个人死亡，几人的人受伤。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行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个人握手拥抱了后，开始当当时的港口参观行程。为解说内底，米佐塔基斯了解敖德萨港口对乌克兰出口货物的重要性，嘛看到现场的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的迫害。在伫个伤兵要离开现场时阵，当地所发生乌军空袭。米佐塔基斯表示，双方当时拢无时间去避难所。Έχει υποστεί αυτή η κρίσιμη υποδομή όταν ακούσαμε κάποιες σιρήνες και λίγο μετά καθώς μπαίναμε στα αυτοκίνητά μας ακούσαμε και μια μεγάλη έκρηξη και νομίζω ότι αυτό για εμάς είναι η καλύτερη, η ζωντανότερη υπενθύμηση ότι εδώ γίνεται πραγματικός πόλεμος κάθε μέρα. 当时飞弹落来所在，就伫距离双方车队差不多500公尺以外，真危险。好在2个人拢无受伤，不过这个袭击嘛造成5个人死亡，有真侪人受伤。俄国国防部讲，这是对港口的基地发动攻击。另外，乌克兰伫遮准备无人的快艇，提供予武装部队作战使用。对此，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是伫社群媒体 X 发文谴责俄军伫其他国家领导人访问的期间发动针对敖德萨的BP袭击，嘛互米佐塔基斯搁一摆承诺，希腊甲乌克兰共心。Και η παρουσία μου εδώ αντανακλά, πιστεύω, τον σεβασμό όλου του ελεύθερου κόσμου προς τον ηρωικό λαό σας. Και ταυτόχρονα υπογραμμίζει την δέσμευση της πατρίδος μου της Ελλάδος να παραμείνει στο πλευρό σας.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讲，奥德萨受到袭击，会当明显看出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紧急性。嘛，搁一摆提醒各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无停止。北京有关会努力化解共和党阻碍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的难题。搁一摆呼吁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采取行动，赶紧通过乌克兰的援助案。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墨西哥10年前有43个学生去参加示威，说规定拢失踪，到大拢还未找到人。拜三就有一群民众驶卡车去弄总统府，想要讨公道。抗议民众伫拜三驶头体内白色公务车倒退路，直直向总统府入口冲过去，最后把7400年的闸门弄破去。迄阵墨西哥总统阿布拉多当日府内召开记者会，警方赶紧用催泪甲水赶走要撞入去的后面人，事件则无扩大。民众会用这么激烈的手段，是因为10年前43个学生离奇失踪案，到今也拢找无。因手提学生囡仔相片，伫现场示威，要求当局定性调查。Respuesta hacia los padres de familia, porque lo único que estamos pidiendo es que se retomen las líneas de investigación, que se continúen haciendo los esfuerzos institucionales para saber qué pasó con nuestros 43 compañeros. 这43个学生伫2014年按南部坐马术，要去墨西哥市参加示威活动的半路，被绑票。调查指出讲，案件牵涉贩毒集团勾结贪污的警察。2022年，政府成立真相委员会，把案件定位是国家的犯罪，认为军方嘛有责任。不过案情细节一直无公布。当地开记者会，阿布拉多承诺讲会继续进行调查。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咱国友邦海地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到今要2礼拜也未定，因为当地帮派真抢手，连警察嘛加抬，变势根本就无在调反抗。伫首都太子港，互绑票开枪是史上大，有真侪人拢认为讲政府已经甲人民绑杀啊。一个查甫人重伤倒伫涂骹袂顶袂动，因某伫边仔哀哭。警察来到现场了，开枪要赶离群众，场面煞变甲搁较乱。这是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平常事件。着枪的人是警察甲土匪开枪的时阵，扫着枪支马。警察抓着3个涉嫌绑票一个卡车司机的查甫人。伫海地，无论你是甚物身份，好野善，拢有可能是真变贼下手的目标。We didn't used to hear shootings around here. It was normally downtown. Today, it's everywhere. 卡油恐吓绑票是海地黑社会接应的暴力手段。2002年前总统莫伊斯被刺杀了后，帮派搁较抢手，即摆已经掌控首都8成的地区。海地警方嘛毋是拢无作为，伊嘛想要来阻止恶徒。另外，帮派向政府宣战，呛讲要推翻总理行李了，恐惊状况是愈来愈紧张。We're thirsty, we're hungry, we're being shot at, we're in need. The country's finished. 不过想要走是要走去倒位？海地大规模动乱了后，隔壁国多名人家都表现讲，袂伫境内设计海地的难民营，找来各派的武装部队固守边境。海地的帮派是愈来愈强硬，警告讲要来发动内战，嘛要强迫压伫海外的行李落台。海地动乱，唔知要到第时。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今仔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法国国民议会一头全数通过同性恋平反法案，要求国家负责任承认1942年到1982年这40年期间刑法有歧视同性恋，希望国家爱赔偿这寡互定罪受害者。司法部长嘛当场伫议会甲受害者会实礼。来看罗西亚2年前入侵乌克兰，致使瑞典和芬兰拢申请加入北约组织，要保护国家。即阵瑞典的总理已经甲上尾文件交出去啊，正式成做北约第32个成员国。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有几若万的中国人对威权政府和经济路济是无信心吗？所以为墨西哥边境要偷渡去美国。根据分析，2023年有5万外无签证的中国移民走去美国，这是比2年前加超过2倍。今年4月，台湾关系法就要满45年啊！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的领袖麦康诺表示，
美国甲台湾会继续徛斗阵对抗中国的威胁。另外，伫咧美国国会嘛有举办纪念活动，众议院外委会主席就表示，会带团参加5月20赖清德总统的就职典礼。今年4月，台湾关系法立法特别届满45周年。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诺特别伫议会发表演讲，表示美台关系有特别的价值，也就是即马美国跨党派的共识。佮指出，中国当地拓展军事力量，威胁区域和平，美国更加应该甲台湾徛斗阵。The PRC is showing the world that it's prepared to redraw maps by force, and the people of Taiwan increasingly recognize their interest in preparing to deter and defeat aggression, standing by our friends, standing up to adversaries, and investing in the military capacity to do both. 美国国会大楼嘛举办纪念台湾关系法45周年活动，驻美代表伊代雷受邀请参加。参加会议的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宣布，要带团来台湾参加总统当选人赖清德520的就职典礼。佮提起家己去年4月访台了后，就去到中国3项制裁，这就是中国侵略行为的证明。各界嘛关心，中国当地举行两会，国务院总理李强报告中，关系台湾的部分，伫统一进程3度和平。不过，习近平提起两番，搁再声明共同推进中国和平统一的进程。外长王毅伫中华记者会嘛强调和平统一的政策真清楚。我相信大家迟早会看到一张国际社会遵守一中原则的全家福的照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越有利，台海和平就越有保障。我们的政策很清晰，就是继续以最大的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他在完成祖国的统一，扫掉和平，但是他在前面那句话其实已经讲，希望双方能够和平发展。整个共产党的领导，他是以党领政，还是要由习主席、总书记去做拍板定案。那他在下团组，他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说明跟指示的，所以我想这个争议已经。立委会主席邱泰山备询的时阵分析，伫伊党两政的中共习近平的表态都是定案，对台政策目前也是维持和统。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应对中国扰乱无时停，咱今年的汉光电脑兵棋推演，为应过的5天4暝增加到8天7暝。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延长推演来检验咱对抗普适地带能力。另外，中国军事费用是大大增加。两岸战力如差如济，邱国正表示，国军袂甲中国比较军备，国防的投资要考虑到敌情甲国力，嘛强调讲军售案拢有照进度咧行。中共扰台拢无停，国防部初发布查到强机8台，也佫有其中1架直升机飞到东部空域，5只强舰出现伫台海，国军严面伫监控应处。针对中共加强无明确的所在冲突，国军今年汉光40号电脑兵演，为较早的5天4暝增加到8天7暝，就是要严正对无明确所在的应处能力。目前规划5月要举行，不过立委是关心兵演延长是不是甲赖清德要就任总统，国军对新政府无信心的。我们对未来的赖总统面临的两岸情势是没有信心的。我跟委员报告。看完有些时间长短跟内容的科目界定一定有原因。这个灰色地带这个处理还有更加具体，假如友军一旦面到什么状况，由我们如何来协助应对。针对美方当年派员观摩汉光演习，邱国正表示，国军真侪项武器装备拢参考美军。佮讲台美关系密切，美军虽然无伫台湾有部队驻守，不过当年拢会来台湾协训，次数拢有增加。今年基2亿，未来往来接受美军协训，对中共军费今年成长7.2%，引起区域国家的紧张。不过国军面临美军军售延误，恐惊会造成双方的战力会差搁较济。邱国正是讲，国军绝对无要做军备竞赛。敌大我小，敌强我弱，这不争的事实。光看这个人员、武器装备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我们要强化我们自己，不管是训练，目前进展的，我讲真话都还算蛮顺利的。两岸情势紧张，尤其金厦水系争议，中共加强执法，海警船伫台湾东部外海出入，邱国正坦白讲无路径，犯了处理无适当会拍起来。军方昨天来讲的话，这已经
濒临受创，但并没有变呢。两岸的状况是很严峻的，我们已经停掉的。面对中共伫无明确所在行动侵扰，国军已经修改第1届规定，若是航空海航实体超过规矩，就会犯罪。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抖音的国际版本 TikTok 这几档是真侪民众爱使用的社群平台，不过这内容甲治安的问题一直拢有争议。都立委批评 TikTok 伫咧伤害台湾的民主，而且顶悬有一大堆诈骗和色情的影像。作为部长陈鸿表示，已经甲 TikTok 界定做有危害产品，未来拢会处理。选举期间，抖音含伊的国际版 TikTok 大量传送作票等无实在的消息，进行过学生去霸凌的影片公开这个状况，争议不断。免我管这 TikTok， 外界拢真关心。在抖音上面啊，大肆流传说什么做票的这个假讯息啊，很严重的儿少色情。它不是普通的广告平台，它现在也被我们界定成危害产品，就是境外敌对势力可能可以实质控制的这个产品了。所谓部长同行来立法院质询，立法委员认为 TikTok 伤害台湾的民主，佫是诈骗儿少色情的造困。不过数位部管制效果敢若无好，同行回应的时阵强调讲 ，TikTok 互认为是害仔产品。后续拢会来处理。不过 TikTok 的问题，唔拿台湾在讨论。美国国会的跨党派议员最近联合提案，要求 TikTok 的母公司立即跳动，要伫6个月内和 TikTok 拆股。And allowing a CCP-controlled entity like TikTok to become the dominant media player in America would be like if in 1962, at the height of the Cold War, Pravda and the KGB to purchase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shington Post, ABC, and NBC. The Taiwanese elections heavily interfered with by the CCP, and what was the vehicle? TikTok. This is the year when I think half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is going to participate in an election. We should not believe that other elections would not be affected similarly. 这项法案受关总统指定特定的应用程式，若是去予外国对手控制，造成国安风险，会使伫美国禁止使用。同时，甲中国罗西亚伊朗和美国列做外国对手，佫点名立即跳动和 TikTok。If the CCP claiming to stand up for Americans' First Amendment rights is definitely the joke of this century. They not only steal Americans' data, violate their Fourth Amendment rights regularly, but also violate Americans' First Amendment rights daily. TikTok 捌说明讲，未甲美国用户的资讯提供予北京政府。另外，这项法案伫当地时间初7，会伫众议院的委员会审议。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社会局有一个姓刘的查某科员和男朋友涉嫌伫网络卖毒品，因2个人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问话了后20万交保。针对姓刘科员的行为，社会局嘛有召开科技会，不过因为伊本人无来，依法先甲停职，另一日才个开。一旦市政明确，我们一定严惩严办，绝不宽待，绝不护短，未来绝不允许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台北市长蒋万安讲谈话，因为台北市社会局一个姓刘的女科员涉嫌伫网络卖大麻，交的地点佫选伫民众进出办公的市府门口。女科员甲姓周的男朋友2人找人去予检调逮捕约谈，询问了后，故意20万块交保。面对媒体提问，专程逃离礼无讲话。为什么要是在市政府里面贩毒啊？不好意思。要不要说明一下？根据了解，30岁姓刘的女子考入去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任职未满2年。社会局长是讲，伊平时处理业务无特别的各样，是检验到办公室来搜查，才知影部属竟然犯法。非常的一个讶异，因为不论同仁的一个出勤或各项的状况上来讲的话，都还是在一定的一个平和的范围内。因为大麻是二级毒品，犯罪是10年以上的重罪，行为严重影响市政府的名声。社会局初7下晡嘛召开科技委员会，联络伊出席表大家身边。不过1点半钟的会议期间，伊本人也是律师都无出现。没有完成所谓的陈述跟申辩的程序，那会再通知当事人，也给予一个合理的时间，择期再开。那另外，我们现在目前也将现有的关键证据送请惩戒法院审理，并依职权先行停止他的职务。依法爱尊重当事人申诉权利，所以15会召开第2届科技委员会做最后的定处决定，相当会予人免职，失去公务人员的身份。不过目前是以停职处分，这段时间也是会当领半薪。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有犯罪集团专门咧甲人改电表，
初步统计，台电上无互人偷用1323万度的电，损失超过4000万。这改电表的做水电的，加起来嫌犯有12个人，拢互检方依照加重诈欺等的罪嫌，甲因起诉。你的封印锁、封印签都被动手脚，代表说你的电表被打开来过。台电派人稽查当场，就揭穿电表有问题，互人动骹手。业者看代志别空，也无话通讲。相关单位大规模勘查，搁较伫南台湾真济所在，发现类似的状况。警方对源头查出偷改电表的水电工，全拢是同一个集团。警员大阵势攻坚，将人为困梦中逮捕，现场也查扣真济犯罪工具。警方调查，不法集团正经犯下北台湾上大窃电案，将湘北真济仓库转租予乌控业者。这类的用电大户透过改装电表赚价差，即马手法翻新，请用水电工伫屏东真济地区协助业者改装电表，降低加速偷电。理发厅、餐酒馆、民宿、当铺这些营业场所甚至还有一处是这个制毒工厂这些用电量需求比较大的住所确实有电表它的封印遭破坏以致剂量失准的情形。经过台电公司清查，65个电表互改造，互偷摕度数比1323万度较悬，损失的电费前后超过4000万，目前追偿一年的电费至少2310万。即马检方也将涉案的12个人依法提起公诉。被告等12人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向法院申请将被告等人所诈得电费新台币4000余万元予以宣告没收。天开被告名单，毋但是有窃电集团成员，包括民宿、餐酒馆、铁头毛店、甲饭店等几啊名业者依法犯法，互计量失准，规避电费，难逃法网。专案以加重诈欺等罪嫌起诉。记者综合报道。台电这几年已经了超过3000亿啊，这电池敢真实会起呢？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会继续争取补助，工业用电会大升起价。若民生用电有先试算，一个月若准用无到120度，若是起5%，算起来一个月敢若加69块尔，影响无济。不过到底敢要起电池，还是爱等审议委员会决定。因应俄乌战争，和国际燃料价格欠悬，台电发电成本也起。不过台电为承诺减缓通膨的政策任务，到去年底有了3000多项，有估今年会阁增加了钱1887项。电价若是无起，或者是无政府的补助，台电净单有估会减少228项。电价是不是全部要起，加做立法观测的焦点。涨或不涨，现在经济部尚未有定案，我们会提出相关的这个情境，让他们去参考。工业用电会不会涨？调涨的话，应该是会涨。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工业用电会起，调整幅度会分尖峰甲离峰用电。另外，敏感的民生用电到底是不是起呢？无正面回应。以即马民生用电来看，民生用电330度以下，为2004年开始拢无阁起，期间各3摆调降。若是主体用电不到110度，2004年每度电是2.1块。即马每度电是1.63块，因讲是电价那个成本4到5成，为合理反映发电成本。经济部试算电价，若是民生用电无到110度，假设电费钱起5%，一个月每户电费钱会起9块。那每个月用电满330度，一个月电费钱会贵34块。3% 是2次吗？还是1次？4月调1次，10月调1次。它都没有逐年，所以2次3%其实总反应只有3%。经济部显示，目前各国电价比较，发现台湾比韩国、法国、英国、甲德国，不论是主体电价还是工业用电，每度电拢是上价。面对台电了钱，王美花承诺，电价调整会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做优先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市海拔才70公尺高左右的李溪山，即马已经发现一个台湾高山仔的族群。因为附近拢是徛家，这个高山仔不时就会走入去人的徛家厝内底，在地是真困扰。那官府表示，因会派人继续去遮。
台东市立溪山后山台湾高山仔爬上民家厝的厝顶，对面的山脚另外有2只高山仔也爬上红土墙的望堂间，准备要走去民家厝。民家所饲的几只狗走出来看，也毋过高山仔伫墙顶一直野鼠甲狗仔对立。附近民众讲，这种情形常发生，个数量未少，烦恼会造成人狗冲突。那就是把小孩子来的话，哇，猴子会跟流浪狗、野狗打架。 就好像两队帮派这样打群架哦。李长讲，立溪山挖进民家阁有休闲步道，林保署台东分署也打出告示，唔通饲。也毋过，这顶高山仔煞真巧，会开徛过下塘仔，到厝内底偷摕物件，造成民众困扰。台东管护保育科初步估计，立溪山大约有4-5只高山仔，这个月初伫山边坑诱捕人仔，煞疑似互民众破坏。也毋过已经顺利掠到1只细只高山仔，送到野湾野生动物病院，准备驯养了后，也向管护表示，因为高山仔真巧，即马。 也只是会当靠诱捕，不是说放多一点就会比较有效，所以我们就是持续的去诱捕，应该效果会比较好了。台东市立溪山一直有高山的传闻，也毋过即马因已经大放到民家厝的附近，个愈来愈接，民众烦恼会变成后一个高雄茶山，呼吁县政府爱重视。官府也呼吁民众唔通饲门口也唔通放食物，避免甲高山下来。记者综合报道。 关务国家森林游乐区有一丛超过80年的樱花树，当年差不多拢是伫3月中开始大开。今年的花期是平樱过提早半个月。游乐区的业者表示，这几日若是好天，无等着落雨，这花期会有半个月。若要赏花，就要趁一阵。民众看到这么水的樱花，赶紧把握机会翕相做纪念。这丛树龄超过80年的樱花树。 白色樱花开满树枝，看起来亲像落雪同款。徛在树仔骹，风一个吹，让人心情真轻松。有人专工为了要来看花，徛5点外钟的铁马来个遮。风景很好，空气很好，但是有点累，不过蛮好玩的。很久以前就想起来，因为刚好看他的 Facebook， 为了他，为了樱花爷爷。对。有值得吗？值得，很漂亮，很棒，比山下的好看。 比粉红色的开的还要更多。台湾完成种的雾社樱花，当年差不多是在3月中开始进入开花期，今年煞提早2礼拜开始大开。在对业者讲，这礼拜是上适合来看樱花的时间。今年好像提早了将近半个月，像现在是3月初，几乎花就快要满开了，然后差不多90%了。假如不下雨的话，还有差不多2个礼拜了。看老天会不会保佑。 这个1年1度的这个樱王盛开的时候，而且讲除了这丛悬14公尺的樱花王以外，另外一边还有2丛樱花树，开出来樱花同款真水。建议要来看花，民众会当把握这段时间。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最近国际黄金的价销直直起，台湾金仔店公告黄金价销嘛是这几年上悬的。 伫咧高雄出现全台湾头一台黄金贩卖机，都采伫咧百货公司内底，有卖金条、白银等等的商品。不过算起来，价销也是比金仔店的搁较贵。这台看起来亲像一般的贩卖机，其实伊是全台头一个黄金的贩卖机，操作方式同款，民众只要入卡，金仔就会出口拿出来，佮有保证书。其实毋若卖金条，也有白银等等超过10个商品。 价销为1000到3000外块拢有，业者表示，这一个月因业价已经超过50万，才袂少民众试看卖。金仔店内底限制足多的，限制甲有当时入去，有当时要出门要创啊货，那无方便。机器操作一次的就会使啊，我感觉是较方便啦，贵一点嘛是较无要紧。买物件，连黄金这种贵金属都会使安尼买啊。截至目前的话，营业额的部分是有超过50万这样子。那是希望消费者可以在买黄金的时候，不要受限于时间或地点，都可以轻松的做购买。虽然方便，不过贩卖机的金仔价销确实比金仔店的搁较贵，1公克可能争差800块。其实最近国际金价已经破2000块美金，是这几档以来上悬的价销。金仔店业者表示。 最近卖金仔的人是加出3成，上涨有3成左右，因为回收其实现在的金价蛮高的，我们注入在7900，所以很多的客人他们都会
拿很多的黄金来抛售场。进前摇大卖场卖金马是引起真侪讨论，即摆民众买金马的通路变多，却拄着黄金当咧起价，金马店业者预测未来金价可能会继续起。记者钟义辉、邱昭荣高雄报道。来看嘉义的一美社区大学办摄影课程，教民众用手机翕相，佮办摄影展，互上课时段佮较愿意出门，嘛会当透过展览家己作品增加自信。老网道用科技产品嘛是有影到。上摄影课的校员徛伫家己翕的相片头前解说介绍，这些相片拢是用手机翕的。社区大学的老师讲，人拢有手机时代，已经改变应过翕相专业设备的要求。是大手提手机嘛会当翕出好的相片。单眼的拍摄和手机拍摄，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技巧。单眼拍摄一般来说都是非常的笨重的，那我们手机拍摄随手一机拿出来，用手机用手指马上握的程度，可以拍出张最漂亮的一张照片。外出的时阵看到足好的一个景物，你随手就可以拿起来拍，唔免搁摕个单眼，我感觉这是一个足方便的所在。家己县的义美社区大学举办摄影课程，来上课的长辈讲，少年的时阵都无用咧做工课，食老退休才发现家己无啥物兴趣，来上摄影课，有若出门的机会变多，搁有享用手机来翕相，拢感觉家己搁少年起来。虽然讲我年纪有较侪啊，你要讲搁即种科技的即种手机对阮有较处理，嘛搁一步一步来伊总有耐心安尼甲阮带，甲阮教，所以讲互阮安尼学起来拢无压力，出去就是快快乐乐安尼。校园系列上正做展览的作品，有平常时的生活，嘛有地方文化的记录。老师讲用手机学翕相，技术袂介困难，成本嘛较低，对长辈无啥负担，也会当对翕相有成就感。甚至阁增加因出门行大意愿甲机会有好无歹，心理甲身体拢会当愈来愈健康。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2023年 IEYI 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台湾学生团队是摕到真好的成绩。台湾和8个国家137件作品做伙竞争。台湾的代表队是摕到14块金牌、10块金牌和22块铜牌，而且台湾嘛争取到主办的机会。今年8月，发明展会伫台湾办比赛，伊阁有10外个国家会来参加。我们先用温度感测器测量，只要它到达一定的温度，会使这个压力感测器作动。高中生当地介绍的重点，就是由3个学校做伙发明的自动车内紧急救援系统。那车内温度上悬的时，就会启动，会发通知到手机啊，警告家长莫袂记得囡仔也伫咧车内，通避免意外发生。因日2023年世界青少年发明展摕到金牌，另外得金牌的也有为特务业设计监测系统，透过肉的成分，就通分析动物的健康。像是牛跟猪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因为如果他们一次养很大量的动物的话，我们就不用针对全部的动物去做侵入式的检测，就可以缩小范围。2023年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参赛对象是6岁至19岁的学生，台湾代表团和日本、中国等8个国家137件作品拼冠军。今年拢总办出34块金牌，台湾就摕到14块，也有银牌10块、铜牌22块，成绩有够赞，拜市教育部特别颁奖表扬。全部的金牌里面，我们得到了一半14面符应我们新课纲这样的体验学习、自主学习、创意学习这样的理解可以说是大幅的进步。教育部表示，台湾参赛作品真多元，拢甲咱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嘛互世界看到台湾囡仔的创意和能力。而且咱今年争取到主办国，2024年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就办伫咧台湾，到时8月拍算会有10外国家来参加。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NASA 阿提米斯3号要载太空人上月球南极计划，上紧2026年要执行任务。候选的太空人嘛已经完成训练啊，其中包括有一个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少年女性，伊也正做美国 NASA 头一个完成培训的阿拉伯查某太空人。
甲钢机成员同齐行至典礼现场，来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诺拉顺利完成太空人培训。2021年，伊打败4300名竞争者，获选阿联酋太空总署太空人，进入美国航太总署 NASA 受训。经过3年的努力，31岁诺拉唔但加做第一位来自 NASA 培训计划计划的阿拉伯女性，也有机会参与阿提米斯登月计划。I want humanity to go back to the moon, and I want humanity to go further beyond the moon, and I want to be part of that journey. 诺拉自细汉就对太空真有兴趣，5、6岁的时阵，就立志要踏入月球。伊自机械工程系毕业了后，就进入阿联酋国家石油建设公司担任工程师。后来通过太空人选拔，在 NASA 为期30礼拜课程中，伊秉持热忱甲坚持努力的态度，完成包括太空漫步等专业训练。连多班同学也对伊真懊恼。The training was tough. I'm really proud of her that she finished all the training with us as one team. That's a really powerful message for all Emirati women. 事实上，伫诺拉进前就已经有阿拉伯女性家己私人航太公司执行职务。NASA 是设计特殊的太空人头巾，尊重诺拉的宗教信仰，协助伊顺利完成培训。真受大家注意的阿提米斯3号任务，有计伫2026年9月执行，到时阵会有第一位女性甲优秀人奖太空人踏上月球南极。公司新闻有间编译。地球暖化，海水温度也升高。后面的气候变迁小组表示，今年2月海水表面的平均温度是21.06度，是1979年以来上悬的温度。南半球恐惊出现严重的酸污白化。戈拜尼气候变迁小组简称 C3S 是欧盟戈拜尼计划所属的6个工作小组之一。欧盟为2003年开始推展戈拜尼计划，主要是透过扫冰系列卫星的遥测技术，详细观测和记录地球的土地利用、海洋变化甲温度这些资料。C3S 的研究发现，因为2024年2月是连续第9个月全球的月均温创纪录，连带影响海洋的水温持续升高。Every month since June 2023 has set a new monthly temperature record, and 2023 was by far the hottest year on record. El Niño has contributed to these temperatures, but heat-trapping greenhouse gases are unequivocally the main culprit. There are direct impact on the marine ecosystem, on fisheries, on all that is related to life in the oceans. But then there are also impact on the climate, the impact on the atmosphere, impact on all the processes that have a connection more or less direct with the ocean. 气象专家指出，海水的温度持续升高，一定会影响海洋生态。路透社报道指出，南半球会出现有史以来第4届，也是上严重大规模漩涡白化。除了海洋生物的生存面临危机，咱人嘛无法度无代志。If we're seeing average temperatures being higher, then we expect to see the temperatures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locally being potentially higher and record-breaking as well, and that raises significant concerns about human health. 欧盟戈拜尼气候变迁小组调查范围是为北纬60度至南纬60度中央的海洋，所以并无包含北极甲南极四周围的海域。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天气报你知，最后就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10度到16度，中部地区12度到21度，南部地区14度到24度。东部地区12度到18度，外岛地区9度到18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